泰拳的训练，先来做，后练。先前我让赢了6回合，甚至都7回合，我最后用手一下量。对。较劲儿这个对手。哇！我来。职业拳击比赛呢，在比赛里边，运动员千方百计要争取击倒对手，而在比赛里边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，有的时候一方呢，在比赛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被动挨打，然而在比赛最后阶段呢，却起死回生，反败为胜。这是作为拳击手，他们经过多年这种不懈的努力，在体能上、拳击的技术上、基本功上呢，有这种很好的积淀。那么作为拳击手来讲呢，要想在拳击台上表现出色，重拳击倒对手而取胜，首先一个前提就是自己要先学会挨打。所以在拳击比赛当中呢，这些选手可以说他们在过去的平日的磨练当中，都是付出了很多的心血。双方第6回合，已经到了后半场了。这时候应该说啊，对双方的意志品质啊，都要进行一个考验。该咬牙了，咬牙的时候，是一个关键的一个回合。当然，你要是能够在这个回合里面，不管是谁能够 KO 对手的话，那当然是就是说，当然对他来讲那是最好的结果。抓住这种机会。这个职业比赛的拳击台呢是7胜7的，内缘就没升级的时候6-6，6-6。现在业余呢是有一定的改变，内缘呢是对内方啊没有变，6-6，但是外缘呢这主要是为了什么呢？就是技术各自的肋部，那么这也是在拳击比赛里面非常关键的部位。这样呢，他是击倒不起，在裁判员读秒读到10，他仍然不起情况下呢，这样这场比赛就自动结束。两个力和他往这个旁边撤的时候都是。如果这个画面来看呢，感觉这个力量不是特别大。大家都放下掉。通过经验，经验。
职业选手的女士和先生们，那么第5场职业拳赛，在进入到第6回合，以红方中国拳手来自新疆的阿卜杜拉沙木图尔逊获胜而结束，掌声献给他。好，同时我们也把掌声送给泰国拳手，谢谢。新疆拳手呢，应该说在中国的拳击当中有着很好的传统，也具有着相当的实力。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呢，新疆拳手哈纳提是获得了一枚宝贵的拳击比赛的铜牌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下面将进行的是今晚的天津职业拳击之夜的第6场精彩比拼，10回合超次最轻量级的交锋。这个级别体重是115磅，52.15公斤。胜利者将成为 WBO 中国区超次最轻量级的青年拳王。我们首先请出蓝角拳手，来自菲律宾的弗朗西斯科。掌声在哪里？